好在呢，我一個人嚟啊，真係頂唔順啊！以為自己係日本通，其實就真係哦雞毛鴨血啊，雞手鴨腳啊，搞到我呢幾日第一日落機度已經係搞嗰啲SIM卡，搞嗰啲嘢搞餐懵噶啦嚇，跟住就去買嘢搞餐懵嘅。跟住第二日攞車啊，9點鐘攞車，跟住就大件事啦。哦，佢而家又嗰啲高，本身我又已經係左軚車右軚車，跟住依間租車公司呢，又真係下次都唔會揾佢噶啦。哦，又冇嗰個高速公路嗰啲卡 ETC 卡，哇！9點鐘揸車到揸咗我成5點鐘先到香港，半路油又冇，差啲又冇油啊！硬衝關啊，衝關跟住就要俾人俾張紙要我打電話上某個 department 啊，跟住再同佢傾偈，跟住呢，原來而家全世界都一樣嘅，冇電話打嘅。冇公眾電話嘅，我冇電話卡，咁你點搞啊？咁啊今日專登又要出去，專登揾一個啲旅遊中心啊，叫佢打電話聯絡佢。啊，凄涼啊真係，好在我一個嚟啊，真係。本來真係懶巴閉啊，以為過嚟驗證嘅嚇，已經成年喺 YouTube 已經有1,100次演練啦，點知都係一樣。啊，死得啦！